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儒家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，靠读书就能读出天象镜，读出陆地神仙。原著当中出现的第一个陆地神仙就是轩辕敬成了，他就是读书读出来的儒生。而在雪中江湖中，有一位读书人的老祖宗，他也是第一个读书读到陆地神仙境的人，他就是初代的张家圣人张扶摇。作为儒家的祖师爷，张扶摇一直被供奉在牌匾上面，他是一位800年前的人物，也是儒家思想的缔造者。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传说中的存在，竟然存活至今，在人间长生了800年。战国时期的儒生，并不是我们心目中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，他们几乎都是文武双全。作为初代儒生的张扶摇更是如此，文能礼乐书画，武能骑马射箭。当年张扶摇带着自己的弟子周游列国，传播自己的儒家思想，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理想，创建了自己的儒家思想，成为了祖师爷，被后世读书人信奉为圣人。当年吕祖吕洞玄也曾向他请教，这位被认为早已飞升的圣人，其实一直在坐镇人间。在人间的800年时间里，儒家气运一直被他一人独占，导致后世再难出现儒圣，即使是进入儒圣境，也会因为气运不足而转瞬即逝。轩辕敬成就是最好的例子，靠着独断儒家的气运，张扶摇长生了800年。不过他并非是苟且偷生，贪恋长生之道，而是坐镇人间，阻挡天上仙人干预人间。为此，他龟缩在道德林中800年。与世隔绝的800年时间里，张扶摇只有看到一些有天赋的弟子，才会偶尔指点一二。比如黄龙士和徐渭雄，一位成了独占3甲的春秋魔头，靠3寸之舌搅动春秋大战；一位成为了天底下最有才气的女子，是徐凤年最好的军师。而张扶摇的第一次出场也颇为震撼，一人对上了2大宗师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儒家最厉害的就是那位活了800年的初代张家圣人了。这位第一次出场是什么时候呢？他的实力又有多强呢？张扶摇一直隐藏在上阴学宫的道德林当中，数百年从未出来过。第一次出关是在武当山的时候，当时正值两马大战前夕，徐凤年受了伤，邓太阿也在此处。当时的邓太阿刚刚拿到自己的太阿剑，正是最巅峰的时候。张扶摇一人独对徐凤年和邓太阿2位宗师，这一战他动用了自己800年的积攒，一人暴揍了徐凤年和邓太阿，一招言出法随，直接将邓太阿发配千里，放逐到了吴家剑冢。而徐凤年则是被张扶摇召唤出来的天雷狠狠地劈了一顿。面对这位活了800年的张家圣人，徐凤年丝毫不敢怠慢，召唤出了真武法相。只不过这个真武法相只有其形不具其威。当时的徐凤年已经和他自己的前世断了关系，所以法相不具备真武大帝的实力。这具法相直接被张扶摇动用自己的圣人泥像给轰碎了。就在徐凤年危险时，邓太阿御剑20万从千里之外飞了回来。面对这种20万柄的剑，张扶摇直接一句话：给我落剑！20万把飞剑全部被阻挡在了武当山之外。徐凤年则是使用了李淳罡的剑开天门，想让天门强行将张扶摇给吸进去。只不过张扶摇站在天门外纹丝不动，并且说出了那句又狂又经典的话：当年吕洞玄能够过天门而不入，我就不可以吗？此话说完，张扶摇一击便将天门击碎了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初代儒圣张家圣人在武当山上一人力敌徐凤年和邓太阿，将2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那么他为何要对徐凤年出手呢？在徐凤年和邓太阿使出各种手段都奈何不了张扶摇后，张扶摇对着徐凤年问出了那句“读书人厉不厉害”？这句话也算是对当年秦荒将儒家拒之门外的回应了。就在徐凤年束手无策时，张扶摇却停手了。原来他这一次出手并不是为了对付徐凤年，而是在试探徐凤年的决心和验证他的能力。徐凤年在自身陷入绝境的情况下，依旧没有动用北凉的气运，已经通过了他的考验，所以他便打算将守护人间的重任交给徐凤年。对抗天上仙人多年的他，想办法和徐凤年还有李玉甫一样，不希望天上仙人干涉人间，算是认可他们关闭天门的做法。所以这次出关，为的是帮助他们扛住天道压力，顺带考验徐凤年关闭天门的决心。徐凤年通过考验后，这个守护人间800多年的老人，帮助徐凤年打通了身上的窍穴，治好了他的伤势，随后散尽了自己800年的儒家义气，自行冰解，将气运还给人间后，便上天去帮助徐凤年还有李玉甫对抗天上仙人去了，给他们争取斩出天人之隔的时间。张扶摇也算是雪中最强的10人之一了，你们觉得他的实力真的强到能够以1敌2击败徐凤年和邓太阿吗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哥呀。